来乡亲啊，这个疫情指挥中心来宣布，电影院、补习班、读册中心、KTV 甲电梯这5大场所，民众都爱挂喙暗才会当入去。台中市长卢秀燕全面落起早下晡开始，就派员到5大场所来查缉。另外，市长嘛来提醒，台中市坐公车挂喙暗的规定并无取消，希望台中市民会当来配合。今天开始，我们台中市政府要启动戴口罩10连制的一个查专案。台中市长卢秀燕主持市前的会议，第一件代志就是宣布讲，为着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规定，要开始调查民众有挂喙暗无。电影院、包括 KTV、包括电梯、包括补习班、包括这个 K 书中心卢秀燕讲，自从比利时工程师染病了后，中央和学者拢烦恼讲，台湾会有第2波的疫情。加上讲原本对外采购的瑞德西韦去予美国阻挡，所以才希望讲大家当挂喙暗。心情有一些这个松懈下来，为了我们市民的安全，我们要再把防疫工作再加强。卢秀燕讲，假使讲查缉的结果发现讲大家拢无挂喙暗，就会进行第2波甚至第3波的扩大专案。另外，伊嘛提醒讲，除了5大场所，台中市嘛规定坐公车嘛是爱挂喙暗，希望市民会当多多配合。